情步，意外走许几年离索。错错错，船如旧，人空瘦，泪痕红于桥小头。桃花落，仙子过，山门虽在，经书难脱。于老了，听你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士啊！小的和内舅乃是汴梁人士。汴梁人，文妹，你是异地与乡亲了。李贵，你来山阴已多少年了？靖康元年，进兵攻赢汴梁，小弟尚在襁褓之中，便随父母一路南逃，来至这山阴深渊中，说来已20年了。这真是同是天涯人路深，相逢何必曾相识。李贵，你可是念故土吗？落叶归根，怎能不想？这怕是不归无
亡了。不归父亡了。请罗公子、罗夫人稍待，李贵进去禀报。文妹，怎么又下家了？一姑。李贵回来十里两堂，为我心中爱苦里我是与十玄堂，早来里海里离故乡。关上跳河真是离，往事已是一身伤。应是暖意不念故乡，夜夜梦回来在你心的云上，我解冻明白。副官兄，副官兄，哈哈哈哈哈！四人兄，兄嫂光临，是你，身远家境，名满山阴，承蒙今朝，做起神奇。这位是女士公子陆女士。呀！闻得四称兄言去，罗兄抗力不传冒昧，做个不速之客。罗兄不为见怪吧？有师兄三应大名，曾大人庙堂得真，落雨俱闻了。此来我与严康里往是私家女。落家何必欺官告叛？罗兄是哪里话？凌月道德文章，何人淹没山林？家父是见向群丞相拒绝，早是已下得江里。吴官兄嫂还不知道吗？家有年满多病，恐难营造聪明。你这位，此处便是夜空相许。李贵在秋宴拜上，是请诸位上手。此番吴官兄进京赴死，小弟也被报求，借着生死命缘，为兄牵引，此苦困受，杀君其身。来，恭请吴官兄嫂一杯。四人兄哥与落雨何意？来，共饮一杯。
王，今日押解，何不提死也是？若有才疏有钱，岂敢班门弄斧啊！啊呀呀呀呀呀！写诗就写诗，又不是考武状元，弄什么斧头？那就请陆兄先来一水吧。哦，好。落月生源，荷花香，诗人白居，我先唱。举杯邀坐群臣下，生死太平。哎，全靠他，全靠他，全靠他！陆兄真是最高不对呀！接下来就要看曹兄弟了。孤城对酒泪先起，少女红尘念偏见，遥想不争聚二生，秋风的鸟可望离。诗人兄王室宗亲，越过于民，学来之言，令人去下。妙人宝将，官场万分。本是少夫人思想门第，9岁能诗，今日家位，不知是人有意，得令新举分。完美。不忘故园，泪满襟。往事后人叹无人，红帐往人心往事，讨海路里不是情。什么不是情？哪路练？哪路练是什么城？真正确有此理！此经乃清朝之经，非清正相之情。那陆连母都已经死了1000多年了，陆兄你何必痛苦？哼！3万里后，东是海，雾气人涌，上母天，一命内去，无成理，难忘往事又一年呐。这书
何事？禀公子，将领当大人谢帝英到三营来了。啊，快有请。是，有请帝英大人。小姐，爹爷，见过小姐，见过姑爷。爹爷，请起。爹爷，你我远道而来，莫非将领军情高见？姑爷，小姐，自暖冬以来，乱朝文武，团练将乱，武光三色，众色熏熏，哪里还想得到生我故土？真正屈杀神也！恼恨凌乱小朝廷，中天是非不分明，若率元师风波定，尽快生儿封三军。四门行梁灭生当官都什么朝廷攻击财富，你有几个脑袋？哦，不知这位出言不逊的是何方贵人呢？爹爷，这位是女士公子。哼，原来是秦桧的腹中笨蛋！啊！气死我了！气死我了！邢姐姐，有种的你不要留，你叫我等着。此人一去，别来报复。不管兄，你们可要小心了。哼，小小之徒何作为去？爹爷，姑爷，小姐。爹因我随身带与凡境家属和珍贵佛事两件，因是唐大人随身宝剑一柄。这月家传凤彩一枚，临郑大人再三说我，定要免教小姐。爹爷，凤彩，不有情况伺候。大人说关心便知。他的将士听了，唐朝生爹老娘，我曾想三红去，王三子，红梅此事我偏心。 ”
弟弟，你谁家女儿不能为你牵线，死了不能为你死离，爹再没忘曾一种心里。空渡怀想，我有万物爱人，我与你分担。我有一腔缘分，我为你排解。我虽无情，我不愿给我请无言。你与高堂老母，我是孤身一人。我是绝无半子，你那母亲的亲人语，何来孤苦之身？倘我宁波，以为黑爱呀！今日乃是父母50大寿，并开营门，我是当收起随用，取下送下，真是难为你了。
这父母在带，你替我带上那枚凤钗吧。还是正常的，好。不，这凤钗乃是当家传家之宝，父母夸我带上，一定会高兴的。婉妹，你。江山悲痛，江山摘下爬花，我爱凤钗。他低头抚育来问声，轻轻唱迎宾会，世间在是随我来。母亲来了。老夫人最好。母亲来了。见过父母。罢了，快来见过白衣案金银师太。见过师太。阿弥陀佛。师太来得好早啊！哎呀，大师祖他人之事，管不着的。不管，过来。母亲，听说昨日深渊热闹得很呐，为何不说与母亲知道？母亲，实情是仁兄为儿失意起意，儿已禀告母亲了。还要起哄为娘，那胡言乱语的诗文，恐怕此刻早已经转变整个杀意成了。接受释怀，是朕并无不敬之意呀。你管定罪？儿不管。是与为娘事后教导你呢。事到艰难须谨慎，好光两回三思意，此经历可曾一时推山内，可知晓忠孝无穷，而怀更难去。彼时我要生一时看着人，可是实非常有心，忠犬分明娘教训，儿不管不记心意。
怎么说嘞？你是红姑，我是燕腔。哦，母亲需要错为了完美之意。父母，这燕腔原是指罗女士之白自看。母亲息怒，父母教训的是你们得罪的是御史大人的公子罗女士，难道你们就不怕遭殃吗？你们呐！万姑，我再来问你，敌应当让关内三人所为何事？待父母受担之后，媳妇一一禀明。还要隐瞒？无关你事。哎呀，母亲，拒不他。老夫人，蔡家长在此国边听你告台。是的，你是我的贴心之人，但听无法。只因军警告急，弟弟被逼无奈，临营之前，托弟也送来宝剑与凤钗。凤钗？那凤钗呢？凤钗媳妇已带上了。你竟说带上了？不怪，母亲，凤钗将我砸碎了。母亲不喜欢，我妹她不得罪事了。媳妇随去便是。随去便是，随去便是。你竟杀不着菜，我连接半杀不义而去。母亲要菜要娘，你自己选吧。哎呀，母亲，把菜拿来。母亲，把菜拿来。母亲，把菜，母亲拿来。
去把公子唤来见我。是，老夫人别罢了，今晚歇歇吧。老夫人，别扭一时不明，不知当问不当问。世态女娃只管问来。就是啊，为那枚凤钗，老夫人又生这么大的气呀？世态有所必知，那枚凤钗原是我母亲为家之物，家之千金。母亲正式待我出家之时，便生于我天长。那是太夫人一片爱女之心。谁知哥哥娶了嫂嫂，哼，他原是甘蓝之人，光为做些小活的，哄得我母亲开心，反把我这亲生女儿靠后了。临终前竟将这凤钗算计了他。哎呀，老太夫人真是糊涂啦！唉，骗我那嫂嫂与父母面前生下一女，便是那万国不到1月疾病而死。我兄长从此死不再去，竟然为他杀了我当家相爷，故而我再不愿见到这枚凤钗。阿弥陀佛！哎呀，老夫人呐，王氏爷爷，老夫人何苦思少？只要万姑娘小人也就好了。小人，哼，世态哪里知道啊？他曾见公孙是万国北地彻夜不被乱，一卷在手把红冠，望你朝政3年长，挑唆我儿一黄泉。常言道，妻不言，家难安。他知他无关前程，因他断啊。老夫人，反观天注定，有些话别你不知当讲分。世态女娃，请讲。这个啊，老夫人，凭你一往看来，这万姑娘啊，生来本是古乱命，可父可母，可公可母，可夫君。女儿家犯了古乱命，无儿无女，无依无靠，孤一生。哎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孤一生。万古是古乱命，世态也梦初醒，难道是这古乱民间是少的我啥事谁竟将他做出门，这的亲儿女我真生心。
劝你自己，如何劝你自己？万姑娘何不搀扶你啊？搀子，你爱我去啊！老夫人比你高抬。母亲，什么孤乱之事？母亲却不可听信那师太之言呐！即便命运之事缥缈无定，他害你成名温柔之下，光也得罪朝廷将贵，总是为娘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是次害你奸臣，你得怎讲？母亲，诺儿启程，力道四强，与我妹何过？不怪。不光负你前程，我要写两个老家乡言。你让为娘8年之后，与我面目去见你母亲，我老家先生。老爷啊，老爷，想不到你的儿子4次不孝，想不到我老家为遭此大难，我不是随你去了吧？母亲，我还是去了吧，母亲，母亲，但不知母亲又将我妹是何处置？只要一为娘2件事，也接着希望临安不考。2送他暂辞你安，使你艰苦得中，孤乱之事，自算无稽之谈，为娘亲自接他为家。那世上不忠义，为罗家相爷，为你的前程，一封虚书了断一冤不，耳朵难从命。只怕从你遇不得你，不从你由不得你。母亲，你从事不从，母亲，你是不依从为娘，我这就先去对法，但是苦母亲，要媳妇还是要娘？母亲，要媳妇还是要娘？母亲，你自己选吧。
你回来了？回来了。我正在为你收拾银囊呢。不必了，林爱，我不去了。我大的神，还怎么还自气？莫非父母对你说了些什么？啊，没有什么。我是怕我此去临安，你托人在家，要受委屈呀。原来为的是这个。你放心，父母跟前我是位小心侍奉，反望你此去用心苦上，莫以家事为你。唉，这怕是往日之后，趁你意了。往日之后。玲珑心，一女她破娘心意，这是这休妻二字，我真正的。外妹呀，不是休妻是什么？是惨事分离。你去临安，实在是才是分离，也不用这样吞吞吐吐的。外妹，我请他听信了师太之言，实是你明怀在心，误了我的功名，定要你对到把一问惨死。这是我此去的走，再接你归来。世上不中意，在心之中，时常荒诞无趣，荒诞无趣。你
母诉伤悲，我爱母情泪外藏，将你盼你的走。早回叶哥，你来看，这是我为你准备的一物印章，事情就放在金儿之内。再把母亲的宝琴，你要随身带在身边。文王四宝呢？我怎么把文王四宝去忘了你？我妹。心
庆典，请丞相子孙齐勋，告宗金库会师。说着，邵世生公子来把一哦，把王姑娘接到他府上去了。王国警官随他去了，这种我杀气，呀！老夫人，三公子此刻名落深山，你不是一说要凭你说话救王姑娘，是他这古乱心已经毁尽了公子前身，今生今世休想再为落夫了，这不就是休了王姑娘吗？话虽是此，可无关他。老夫人啊，你不用王姑娘进府，那三公子只怕永远不回来了。此番少公子有意下聘迎去，我看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天子有理，赵世成乃忠实之地，顽固谁料他去，倒也不说委屈了。也罢，从今以后，他便是死狱之身，与我老夫无关了。哎呀，老夫人呐，你真是菩萨心肠，阿弥陀佛。哎呦，顽固啊，顽固！如今你有了归宿，我也算对得起你死去的父亲了。在
憔悴不宽，忆当年，忆当年。夫人。初相会，不忘一曲陈康天。经过七代陈须眉，千银从此因情。心里谁知世事难预料，你我有缘配呀。兰香，我夫人就在此歇歇吧。是。相公，庭内有人。这那就领命，别吃吧。老公子。兰香，哎呀，兰香，开启老公
公子，来下，起来，起来。啊，你家李贵人，李贵他在东帝爷从军，一去10年，苗富音讯，来向我母子相依为命。哦，从军去了。陆公子，你不要走开，我去谁来？李贵呀，李贵，想当年你我既是毕业连理，成双作对，到如今继承了老爷分妃，隐隐相的好。落雨是为这举山因百无一用，却不见你好尊上上，企图是红啊！陆公子，我家主人谁来拜会？你家主人？哪位主人？公子见了，点子。别来无恙，你一向安好。与老表兄话外，今日与世人有约，巧遇兄长，世人列备三句，要我代之问候。遇老了，这是少夫人之见，老于受到不亲。表兄，当年原是老于无用，我命难违，害得你宽松以外，进太两难，老于我放心愉快呀。所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世人兄对你仰慕已久，一品正气，今日见你领结良缘，情深无限，我也为你高兴啊！当日里公
57岁，冤魂后羿，表兄与小妹空，一天生意自测天涯，你的记忆应作一言难尽。为故里，母亲因别去望子女，话难投机，小雨呀心，从此生在此处看河水，此次留下我足迹，子鸟期盼送进在，也是竞争手传奇，药材真功尽传奇，出身努力空娘亲，满眼长诉成果长，又是去上成海底，母子孝顺总比亲，放眼前途来生意，
莫忘一个知己，情表哎，他同你灵犀怪语，同心悲。往事已莫回，泪湿方上伤途在。十年一别，有理去。表兄啊，书在谁来在费精神，谁用心尽一
问苍天，天风雨，必与去风故意，交生爱，地必一去。才退梦，伤心迷梦无语才。你来，愁绪几年离索，错，春如酒，人空瘦，泪和红雨交相桃花落，闲池阁，山梦碎在锦书难托。不是梦啊！
一
风采。夫人，来下这次风采，烦你来人教育有过，解释堂外明白，不能亲眼见他饮马中药，千里疾过，非盼他身着精神，始终报废。我也很想去见了。夫人，夫人，你何出此言？赵相公到此善言灭法，定能治好夫人的病。可惜我为了他一片真心，来下夫人，父母起来。夫人，你病体难治，还是多歇歇吧。父母起来。夫人，你要歇思。一首黄昏花一落，晓风过，泪沾，又见心事都已谢了。谁曾过金杯中，一问长事情牵手。秋山后夜阑珊，好生心啊，眼泪中。放
呈上斜阳画卷声乐飞凤秋子必杀第四空有才呀，一层小小浅笑美，可恨抛物一场灰呀，此生欲闻情错妹妹最好老爷爷，妹妹，兰香，你是兰香？哎呀，我是陆羽，陆富贵呐，老公子，老公子啊！哎呀，妹妹，妹妹，不要哭，不要哭，妹妹，妹妹，李成，快来接过老爷爷，老爷爷。就是奶奶经常提起的老爷爷，见过老爷爷。他是我的孙儿，叫李成。起来，起来。哦，长得好李贵，万真强啊！哈哈哈哈哈哈！哦。他爷爷李贵你咋走了？沙场转世了，沙场转世了。陆公子啊，兰香这次等了你50年了，今天终于等到你了。妹妹，妹妹，这只彩盒是万姑娘领取之时，要我代为转交公子的风采完美。万运杀尽。万姑娘在这沙井上喝了你的彩灯风。
晚托。福建省芳华越剧团演出的越剧《钗头凤》，欢迎您的收看。林云老师您好，你好，今天带给大家的是这个越剧《钗头凤》哈。其实说到这出戏，大家都知道讲述的是陆游与唐婉的故事。那唐婉这个角色对于你来说呢，也是比较有意义的一出戏了，一个角色。是的。那其实说起，我跟唐婉还真的是有很深的缘分。其实我总共有排了3稿的唐婉，第一版本就是2000年我们芳华越剧团的版本叫唐婉。那么这个是主要是讲述的一个唐婉的一个心路过程。我记得我还来录过名家名段的。那么这一版是钗头凤，那么讲述的是一个钗头凤的完整的一个跟陆游的一个完整的爱情悲剧。那么前一阵子我还拍了一个越剧电影叫《唐婉与陆游》，所以我总共办了3稿的唐婉。所以说对于唐婉这个角色，你自己是有很多这个理解的，应该说也是深层次的理解的。每一稿的唐婉，每一次的扮演，那个内心的那种情感，包括在舞台上的表现力都不一样。那像我们今天看到《钗头凤》这一稿当中的这个唐婉来说，相对比较全面的，包括跟陆游之间的情感的这个描摹也是相对比较全面的。是，这稿的唐婉我很喜欢，因为这个唐婉她非常的温婉，非常的
就是知书达理，而且他的第一角度，他是对陆游自始至终，从一到终，到包括他的离世，他都是深深的爱着陆游，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怨恨。毕竟是分开了这么多年，两个人才重逢的，期间有很长的跟赵世成的一个结合过程。我觉得这稿的唐婉展现的还是非常细腻的。那杨晓卿导演在给我们排戏的时候，他真的很深层次的，就是剖析我们每个人物的内心的那种内心活动，非常的细腻。而且我演的，我觉得我往往会被这稿的唐婉感动，是特别他写那个就是题诗，就是难蛮的时候，那种，可以说是对封建、对婆婆的那种无奈，对现实的无奈，那么还有对自己对陆游的期盼。因为我跟他重逢的时候，陆游还是比较颓废的那一段过程。那么看到了这首《钗头凤》，对他来说内心的抨击是非常的强烈和非常的巨大的。谁在过今非昨，听闻长事秋千送。秋山后夜阑珊，好生许人眼泪那其实作为这样的就是情感冲击很大的这种处理的表演呢，我们的唱腔的配合上，也是同样能够体现这种情感的。唱腔上是金良老师作曲的，然后小生还是一如既往的尹派，那么花旦我还是王派。那在这里的那个唱腔上，金良老师还是他处理的，因为他觉得我擅长于唱清版嘛，所以里面有好几段都是用清版来表现的。您跟张学芬老师的这种合作哈，也是能够感受到舞台上的这种默契的配合。我跟学芬应该来说这几年也合作了。从折子戏来说，从《梁祝》啊，还有《孔雀东南飞》，我们都是一小折一小折的。那么这次的《钗头凤》是我跟他之间的合作的第一个完整的越剧大戏。学芬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尹派小生，她的扮相很俊美的，然后她的音色，就是非常具备尹派的一种流派特色对，哈。流派特色。我相信观众也看过她的《西天的云彩》的徐志摩，非常出彩。这次她扮演陆游，我觉得真的我收获的不光是我跟她之间的这个舞台上的那种情感吧，我们台下也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情感。她在舞台上的表演是非常沉稳的，非常大气。唱腔的观众就不用说了啊，对她还是真的是非常认可。尤其是这种大段的情感戏的处理，像陆游与唐婉之间的这种情感纠葛，两位表演起来其实是很走心的一种呈现。是的，我们当时因为排的时候时间很紧张，那杨妈妈她给我们排的时候那是要求很严格的。那即使学芬她平时相对来说她还是就是就生活节奏会比较缓慢一点的。那这个戏给她的强度呢很大哈，很大，很短的时间，任务又很重。是的，所以我而且是一下子巡演全国86场啊，量又大。对呀。然后每出戏这个分量又重，可能就是
超不负荷了哈可想象。的事情。哎，但是真的不可想象的事情，我们做到了，最后完成了。对呀、连巡演完了以后，他自己也在说：“哎呀，我真的想不到自己能巡演86场，而且每一场我都不打折扣的，基本上都是非常好的去体现的。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跟突破。那其实今天我们空中剧院能够看到的《钗头凤》这一稿呢，也的确是倾注了我们这个台前幕后所有工作人员的心血，也是希望能够把越剧的这样的一个剧目成为一个经典，立在舞台上。那今天也就通过空中剧院一起和全国的越剧戏迷来看一看这出越剧《钗头凤》，也一起来体会一下唐婉和陆游之间的这个非常复杂的情感纠葛。我希望观众朋友们看完了以后，也能给我们提出好的宝贵意见。我们会不断的加以完善和提高。好的，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一出精彩的越剧《钗头凤》。好的，也非常感谢李敏老师做客我们空中剧院，谢谢，谢谢李敏老师，谢谢主持人，谢谢。